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进入8天的雅歌共读。雅歌是一卷非常短的智慧书，但是却是一卷非常不容易完全了解或明白的书。而雅歌让我们知道，虽然作者被广传为是所罗门，但是在所罗门所留下来这一卷雅歌当中到底他要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也让我们来思考世间上的爱是否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而雅歌当中到底是两个人的相爱的故事，还是它是一个三角的恋情？以及在雅歌这一卷书被列为圣经当中的正典，是旧约39卷书当中的智慧书。到底上帝透过这一卷书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那盼望在这8天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和体会。而雅歌箴言传道书这3卷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那列王记上的第4章有讲到所罗门曾作诗歌1005首。那雅歌就是许多诗歌当中最美的歌，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称作歌中之歌。圣灵感动所罗门写这卷雅歌，并且列入圣经，但并不是要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甚至要让我们领会到所罗门预表的是基督，如苏拉密女所预表的是教会，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爱基督，好来描写这人世间的这个男女之间互相的深爱，也以及看见神对世人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在解释雅歌当中，大部分会认为基督对我们的爱到的程度是世间无法比拟，以婚姻当作比喻，以丈夫与妻子之间来做比喻。好，所以这种雅歌所彰显的爱是一种高尚的爱。那圣经当中也有许多用这样子的比喻方式。那雅歌这卷书的写作时间约在主前的970年，在耶路撒冷地区，也就是所罗门王的时代当中，就已经流传这一卷书。那里面有6首的歌。好，那可以来看到，里面每一首歌呢，都是在跟描写爱情有关。那雅歌英文是 Song of Songs， 好，就是歌中之歌或是所罗门之歌。好，那也被称为圣中之圣，好，甚至有拉比好认为它就是圣所当中的至圣所。那甚至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一天能够比得上上帝把所罗门的雅歌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天看的是非常的重要神圣。那所以这个拉比还说，圣经上所有的书都是圣的，但雅歌这一卷书却是至圣因为它描述到这个男女之间爱的这个境界以及到这个爱身心灵合而为一的这个最高峰。那在许多世俗或是男女的这个观念不同影响当中呢，早期的中世纪基督徒认为受到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希腊哲学思想把身体当作是一种短暂的存有，或是有罪或是邪恶的，所以提倡是苦待身体，禁绝性交，反倒是一种美德。所以特别在修道时期，这种观点达到高潮。那19世纪中出现反对浴室的解经风潮，其中有米索波大米和埃及的琴师出现。那他们呢和雅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呢只能够解释为男女之间的爱的颂扬。那雅歌的释经呢，经过很多的历史，那大概有几种类型。西元前1世纪以前呢，人们大概是用字义的方式来了解雅歌，就上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去认识。而到了1世纪中呢，开始有人用寓意的方式，这个字义呢只是一种字面上的，但是背后还有它的要给我们的想象的空间所以认定了雅歌就是在描述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到第3世纪一直到19世纪，犹太教跟基督教对雅歌的主流释经方式呢，都是寓意解经那或是说灵意解经就是按着感动来解释。那是不是回到当初这个原来的作者在字面上的意思就很大的不一样。
甚至现在的学者呢，又回到了以字义来解经为主流因为这个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它的这个不受限，或是说不受拘束，以至于呢，反而远离了圣经的原来的文字文意变成很难去察觉明白到底圣经所说的是什么什么。所以解释雅歌呢，可以看到这几种的解释法：寓意法、戏剧法、预表法和字义法。寓意法呢，他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呢，就认为是虚构的。那认为男主角是基督，女主角是以色列人或教会，主题就是神跟犹太人，应用就是神爱以色列人。戏剧法呢，就是把雅歌当成是一个舞台剧、歌剧，那也是一个虚构的事情。男主角呢，会有牧人跟所罗门，那就是一个三角恋爱的关系他把牧人跟所罗门王是分开的，而女主角呢是在一个苏拉密，来自苏拉密的这个女子。那主题呢就在描绘这个爱情，那也让我们好像在看电影戏剧一样。那应用呢，它就是在看的一个戏剧，那很难有这个属灵的教训。那预表法呢，就认为这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呢，它是在男主角预表基督，女主角在预表教会或信徒。那主题在讲到基督跟教会是在新约当中，而应用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男女和彼此相爱，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让基督跟爱教会，教会爱基督，也能够成为一体是一种从旧约来预表新约。那字义法呢，就是从这个整个雅歌的文字上面，认为这个故事也是个真实的。男主角就是所罗门王，女主角就是苏拉密女。不论所罗门王有多么风流，但是呢，这个主题在强调就是他们之间彼此夫妻之间的爱，以及呢夫妻之间真诚的相爱那这是在关于解释雅歌这卷书的当中呢，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解释方法。那犹太人怎么读雅歌呢？犹太人读雅歌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会读路德记。那在亚比月的9日呢，就是这个圣殿被毁日呢，会读耶利米哀歌。住棚节的时候会读传道书，普尔节会读以斯帖记，而在逾越节的安息日那一天呢，会读雅歌。所以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出埃及得救的日子。那他们会在逾越节的节期当中的安息日来读雅歌。那所以我们也是刚刚过完了复活节，就是旧约的逾越节，那也是很适合来读雅歌。那读雅歌会遇到很大的几个难题，就是你到底去如何解释这一卷书，它是一个寓意还是一个实意？那如何去对焦？这个它到底是在描绘的露骨，还是一种美化？那它也会遇到很大的极端，这到底是在推崇性还是在贬义性？那作者呢？是所罗门还是其他埃及的琴诗，或是亚兰化的希伯来文？等等。那这个时间的安排，到底这个雅歌1到8章里面大概会被认为是有6首诗，是一种按照顺序呢，还是一种倒叙呢，还是一种交叉的结构的方式呢？那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以及呢，在主角当中是一个两人关系还是三角关系？还有雅歌当中很多的对话，这个对话的发言是谁？那还有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都会帮我们加上小标题，男生的他，女生的她，甚至现在中文直接用新郎和新娘，但是呢，在原文当中都没有这些标题后人加上的。那这标题会影响我们对这一卷书的解释。还有这个女主角，她是已婚、未婚，还是她是结了婚之后又回到单身？那还有呢，这一卷雅歌呢，有很多的字，将近1/3的字呢，在圣经当中都很少见。那地名，或是这些的植物，或是这些的里面所提到的事，那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非常的独特。那也用许多的象征性的形容，用植物，用鲜花，用水果，用香料，
好等等来形容身体，形容爱情，好形容好我们说不出来，又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啊。那还有读雅歌，到底在圣经当中，神要我们读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少有机会读雅歌，也很少会用雅歌来做讲道或是做分享但是雅歌这一卷书又是在圣经当中，又是犹太人在逾越当中的必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读这一卷书呢？好，那其他的补充，好，那关于雅歌，好，那他有用很多的文学手法，平行句、重复句，好，对于人物的刻画，好，显然他是对女主角的分量大于男主角，好，那甚至形容在这个人物上面，形容她是牧羊女，是王女，好，也形容她成为花园，成为水泉，好，甚至也会用军事的建筑物来形容女子，用动物来形容好女子，好。等等，好，包括用马、鸽子、小鹿、母羊、狮穴、豹山等等，好，那男子呢，好，也被形容好成为君王，还有牧人，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好，那在历代志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也曾经用牧人好这个字呢，来指王好，所以在古代好牧人跟王其实是可以同义的。那这个良人呢，就是指他的最爱。那用动物来形容这些的人物，我们也看到主要呢女子都在室内，而男子呢在室外。还有在雅歌当中还有提到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这些众女子是陪衬还是对比，还是一群的女学生？那在文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交叉结构，先从渴慕之歌1到2章的7节，然后接着是一个寻觅之歌2章8节到3章5节，再来是一个分合之歌3章6节到5章8节，接着呢5章到8章呢又是一个互属之歌，最后的8章的5到14节是一个期待之歌。好，那所以这个雅歌的文学结构上呢，可以看到是一种交叉的一个前后呼应的结构。那雅歌在正典上的地位呢，那就是强调的就是这个真爱好是不能够分享的，好只能够敬拜神，又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所以对照在当时或是在旧约当中，好这些偶像的崇拜，好或是真正的只单单敬爱、单单只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所以拜偶像就会陷入性爱的淫乱，而拜真神好才能够走入情爱的婚姻永远的关系当中。而先知书的女性呢，常被用在负面的意义，好，特别很多被用来形容这个淫乱的妇女，好，不贞的妇女。但雅歌呢，在这个当中呢，却给这个女性提供了最正面的例子。而律法书的女性也常被贬义，但雅歌提升恢复女性的地位。那雅歌的神学意涵包括它也恢复伊甸园当中上帝说的一男一女然后上帝造男造女，还有呢就是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你在其他伊甸园以外真的看不到这样子的呈现，但是却在雅歌当中看到伊甸园，好像回到伊甸园，回到上帝起初创造的当中，是一个男和女之间的赤身肉体坦诚的爱。那这卷书跟以斯帖记一样，整卷书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倒是在第8章的第6节讲到那个烈火，那个火呢也有可被指为是指神的名字，是耶和华。那雅歌在博施真传歌智慧树当中的地位，我们看到箴言呢是从男性父亲的角度来劝诫儿子，我儿啊要怎么样怎么样，而雅歌呢从女性的角度来劝诫女子，所以会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会有这样子的呼应。而雅各在末世当中，好，那我们从寓意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些女子，好，代表的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像是我们地上的教会上帝在地上的子民好，期待这位新郎，期待这位弥赛亚。好，那读雅歌，好，最后的几个提醒就是读雅歌呢，好，我们不要超时空的漫游，就是不用做太多这个连到外太空去的这样子的连接好，因为这个要怎么连都可以好，但是呢，最重要我们还是要
把圣经解释的合乎中道，有上帝的心意。还有就是有一些字，我们也不要硬强调每个字都要拿来硬要解释，好，然后每一句都要解释出意思。好，有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意思意境，但是保留一些空间，却不用把它说破或是说白啊。还有就是读雅歌，我们尽量能够客观，不要先入为主啊。这卷书就是讲两个人，这卷书就要讲这个三角恋爱，好，这卷书这里就在讲谁？我们有时候就是每一次读圣经，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不要刻意去美化，好，到底男的、女的，或是这些，好，实在是要把这个圣经好的话，就是我们要再把它修饰美化，好，但是上帝好，他把这样子的原封不动的展现出来，好，也有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比较肯定的就是我们不要轻看爱情，好，不要把这个爱情，好，小看爱情的力量，好，爱情是一个世界上一个可贵的力量，好，耶稣也是为了这样的爱而来到世上。还有呢，在读雅歌，我们可以找出6首诗歌6个场景，然后从词态当中，好来找出这到底是发言是男性是女性，是男性的单数还是女性的多数呢？好，我们可以来从这样来理解，还有从场景当中呢来找出整个雅歌情节的发展，还有从字句当中也能够找出刻画的情感，那也可以从地理当中来找出想象的地图啊。好，最后就从植物当中也可以找出爱情的浓烈。好，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首雅歌的第1章。雅歌第1章第1节第1首所罗门诗歌中的诗歌。女，来，用你的嘴甲我斟，你的爱情比酒较好，你的香油实在真香，你的名亲像倒出来的香油，所以无一个查某囡仔无爱你，请牵我，咱紧来走。王啊，带我入去你的房间，咱来欢喜快乐。你的爱情比酒较好，莫怪所有的查某囡仔拢爱你。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啊，我乌，毋过生做水，亲像基达的布边，亲像所罗门的长梨。毋通因为我皮肤乌乌，直直甲我看，迄是日头晒的。我的兄弟对我受气，叫我去顾葡萄园，我煞袂当照顾家己的园。我心爱的啊，甲我讲，你伫什么所在咧饲羊？中昼伫倒位，互羊休困？我才免伫你同伴的羊群中四过找你。第8节，男，查某囡仔中上水的啊！你若毋知我伫倒位，缀羊群的脚惹去，伫牧者的布边边饲你的山羊啊！我的爱人，我看你真像发了战车的马。第10节，你鬢边的砖头，互你的面真水，你的颔棍挂真自然真好看。阮要甲你做金的链仔，像阮的柳啊。第12节，女，王坐倒的时，我会拿搭香油沁出香味。我亲爱的，你是一包木药，挂伫我的胸前。我亲爱的，你是一拍庄稼花，伫阮基地的葡萄园内底开。第15节，男，我的爱人，你真水，实在真水。你的目睭亲像粉鸟。第16节，女，我亲爱的，你真英俊，我真介意。咱用青翠的草布做床铺，用百香茶做厝的娘，青碧茶做角仔。我们读今天的第1章哦，其实是雅歌的第1首歌。那一直到明天的第2章第7节。好，那第1节就提到这是所罗门之歌，是歌中最美的诗歌哦，所以也被称为歌中之歌。那这首歌呢，好，一定想必就是要用唱的。那一唱的时候呢，那就是是一个女子。好，那现在中译本是用新娘。愿你用嘴唇亲吻我，你的爱情比美酒香甜哦。那所以这个亲吻呢，
我们读到后面的第4章的时候呢，我会看见这个画面，这个他的新郎或是这个男子，如何来亲吻这个女子，让她呢从头到她的脚，那你身上有芬芳的香气，你名字散发馨香哦。所有的女孩子怎能不爱你呢？所以这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第一首诗歌，雅歌就是这个女子，在描述她心中的爱情，她陷入了爱情，fall in love。第二个，她爱的对象呢，是一个身上有芬芳的香气，还有她的名字散发馨香，表示她爱的是一个受到人敬仰、受到人敬重的一个男子啊。那是谁呢？第4节说：愿你把我带走，让我们飞奔做我的君王，领我进你的内室，我们一起欢乐，开怀畅饮，沐浴在爱河中。难怪女孩子都爱上了你哦。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翻的比较白话。好，那和本保留了一些文言的一些文言的特色。愿你吸引我来跟随你，让我们快跑吧。好，那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我们必因你而欢喜快乐。好，所以这个女孩子享受在她的爱情当中。好，那甚至用美酒来形容。好，那所以这是一开始就是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表达她内心陷入在恋爱当中的喜乐而且呢她已经心有所属，认定的一个对象。第5节，耶路撒冷女子们呐，我虽然黝黑，却是秀美，像基达的帐篷，像所罗门宫中的帐幔。所罗门这个名字在雅歌总共出现7次，但是7次的出现呢，都跟所罗门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又说雅歌是所罗门所写的。好，那这一卷书，好，那有人认为是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写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所罗门他年老时候得罪神的时候写的。因为所罗门他有娶了300个妻，700个妾，1000个老婆。那这个是有登记的，没有登记的呢，可能数不完。但是这样一个对婚姻这样子的一个不忠诚的人，怎么能够写出一个对于爱情描绘的歌？我们还要去唱这个人的歌，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是唱不下去。但是撇开这个所罗门他个人的部分，如果我们是知道这是出于圣经是神的诗歌，那我们就应该去察觉神在这个诗歌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这个女孩子呢，虽然皮肤黑，那黑呢可能就是在太阳底下，后面会提到说她因为在葡萄园里面动工，甚至呢她的哥哥就是现在中文译本说我兄弟们向我动怒，和本是我母亲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园子所以可能这个女孩子在恋爱以前呢，她就在帮忙家里面照顾葡萄园，但是陷入恋爱当中呢，反而投入在爱情约会或是在这个在恋慕他的爱人，以至于他没有专心在他的工作上面。好，第7节，我的爱人，请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放羊，中午在哪里使羊休息？我何必在其他牧童的羊群中独自徘徊寻找你呢？好，那所以从这边就会有人开始认为剧情的发展是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这个牧童，然后就会变成2种的故事的版本。那我们先从这样的字面来看，就是所罗门君王也可以当做是牧人的话呢，那这个女孩子她想要知道这个男子在哪里因为她现在已经这个陷入恋爱当中她没有办法专心做她牧羊的工作，所以她选择要在中午来一个是午餐的约会午餐的约会。第8节是一个男子的回应由男生继续来唱。最美的女子难道你不晓得那地方？跟着羊群的脚中去，在牧羊人的帐篷边，让你的山羊吃草。好，所以他回应前面女孩子的歌，就是这个男子呢称这个女孩子是最美丽的。那可见他心中互相的欣赏。那这个午餐的约会呢，有个记号，就是羊儿会带你去到这个他们休息的帐篷的边。我的爱人你吸引男孩子，好比埃及王战马的吃马，就是母的马。
好，那这个就雌的马，好，雌的马，好，古代埃及法老的战马呢，好，他们要怎么样来训练好来找到战马，就是用这些的雌马来吸引雄马。好，那这个男孩子呢，好来形容，好，他就是被吸引上一样，好的，而且呢，从他的外表，从他的头，好，他不看他的皮肤晒黑，而是看他的两鬓的头发多么秀美，像珠宝的链子绕在脖子上，所以从脸，然后一路看往下看，但是我们要为你制金链子，为你配上银的饰物，好，这里变成复数我们，好，那这里呢，好，可能就是。好，这个男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欣赏，好，甚至他可能邀请他的家人，好，要来欣赏这个女孩子的美丽，好，甚至呢，他已经准备要来娶这一位女孩子，好，所以用金、用银的配饰，好，就是让她能够更衬托出，好，这个女孩子的美哦。好，继续12节，我的君王坐席的时候，我的香水散发香气。好，那这个君王，好，就指这个男主角，好，应该就是回到类似像所罗门这样的身份，而他的身上的拿达香膏，好，是直接翻成香水了，好，散发出香气，好，果然是现代中文译本，好，比较容易理解。我的爱人常靠在我的胸怀，像一袋没药那么香啊，好，所以他在这个午餐约会的当中呢，不仅是沉浸在爱中，也沉浸在他的这个迷恋的男孩子的身上的香气。好，然后呢，这个好在他的这个男孩子就在这个女孩子的胸怀当中，我的良人好像一束凤仙花。好，那很少形容男孩子像花，好，但是呢，在这个所罗门的雅歌当中呢，好，男女好都会被大力的形容描绘，甚至是隐基底葡萄园中哦，好，那隐基底就是在死海旁边好的一个绿洲，好，那也在这个凤仙花在哪里呢？凤仙花在葡萄园，就是这个男孩子呢倒在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葡萄园当中，好，就是他们呢好在这个约会当中互相依偎在一起。第15节，男孩子说：“我的爱人，你多么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闪耀着爱的光辉啊！”好，刚才我们听了台语，好，如果我们用这个“你得把揪情求婚教”，好，可能不会有人接受。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观察好鸽子，好来欣赏那个鸽子呢，好，那像去德国的时候，我们有在这个罗滕堡。罗滕堡看到那个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那个地方，有那个一群的白鸽，哇，那真的是大开眼界。好，这个鸽子好是一个很特别神圣的动物。好，那这个所以毕竟是这个写诗的所罗门，好欣赏过这个美丽的鸽子，用来形容他眼前或是他理想中这美丽的这佳偶啊。好，你的眼睛是鸽子。16节，我最亲爱的，你多么英俊，多可爱！我们把青草当床榻，把香柏树当屋子的栋梁，把松树当天花板。好，那所以在在第一首歌的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一个相恋，好，然后到一个相约，然后相约当中他们互相的依偎，好，然后互相的依偎时候，他们互相的称赞，彼此的好，把心中的话好能够说出来，好，这是一首非常美的情歌啊。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雅歌来学习许多我们所还未学会的爱情。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认识爱情，但是上帝的爱超越世上的一切。也让我们透过在这几天共读雅歌，让我们再次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学会来称赞、诉说神你的爱，也能够称赞我们心中对所爱的人的称赞。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